昨天梦太晚，今天又起太早，在陌生的地方我睡着了，梦里我梦到了我爱吃的。我的粥呢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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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忽然间醒过来，是你来叫醒我，只是我的身边什么都没有，于是我就一直问你，我的粥呢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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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该这么累，我已经这么努力，压力太大并无助于生活，所以现在我要去吃我的粥呢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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